之後咧就係零極限啦。零極限咧，我哋一般咧都係一定要記住呢四句啦。對不起，請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啦，就係呢四句啦。零極限。咁咧呢一個零極限嗰個故事由來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咧就係喺好耐以前啦，喺夏威夷入邊咧有一個精神病院啦。咁呢間精神病院咧係好得人驚嘅。應該咧就可能係地緣問題啦，咁咧所以咧搞到咧第一入去嗰啲一定係精神病患啦，係咪先？咁但係咧佢最癲喪係咩咧？最癲喪咧就係咧佢咧連嗰啲醫生護士咧喺入邊咧做下做下咧都會癲埋嘅喎，即係你喺入邊打工咧打打下你都會入去住埋嘅喎咁樣啦。咁所以咧呢一個精神病院咧係變成係惡魔精神病院啦，因為冇人夠膽入去做嘢啊，因為你諗下啲醫生護士入去都癲埋嘅，咁你邊度夠膽啫？係咪先？咁跟住咧。有一個叫修蘭博士嘅人啦，咁樣咁佢咧就入咗去啦，咁佢咧做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咁咧佢咧每一日咧就係攞嚿擦膠出嚟，跟住之後咧就攞住嗰個病人嘅 list 出嚟啦。咁咧佢就逐個病人咧就喺度用個擦膠咧篤篤篤咁樣啦，即係佢就咁用個擦膠篤篤篤，跟住就講對不起，請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咁樣啦。跟住咧，然後咧佢就逐個病人喺度篤喎。咁咧點知咧佢過咗一段日子之後咧，呢一個精神病院咧恐怖嘅事就發生啦，就係咧嗰啲病人咧逐一康復啦，由癲嘅就變成係一個正常人啦，跟住陸續出院啦，甚至乎咧連嗰間精神病院咧都最後都 close 埋嘅，因為已經冇晒啲癲人喺入邊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修蘭博士就做咗呢一個咁神奇嘅事蹟啦，咁樣。咁咧，所以咧呢四句咧其實係好誇張嘅，佢呢一個工具叫零極限啦。其實呢四句咧係誇張到爆嘅，基本上咧佢任何嘅嘢都可以 fix 嘅，係啦，爭在你夠唔夠膽用嘅啫。